后来镜头所当的台湾来到这个中华红湾，当地这个蚵仔田嘛是互即届的风台取缔甲真正力，这个蚵仔拢砍头翕死，蚵仔价是互大水冲去。养殖协会讲损失超过2亿，希望中央政府会当来补助。当地海产业者嘛讲，目前这个蚵仔产地价数一台斤是飙到190块，到中秋可能会搁较贵。而且树枝、杂叶这样的覆盖住了。大量的稻仔、瓜芒、漂流木全拢顶伫咧蚵仔田，价是东倒西歪，敢若剩一部分，也搁留伫咧原地。你卖这一瓶就是要10几万，对，15、6万了。那现在搞不好这一瓶采收完，搞不好就是还没有3万块啊。这是中华红湾的蚵仔田，进前风台甲电流淹水的时，蚵仔拢就真烦恼。虽然即马水拢退啊，不过当时为水头流落来稻仔、瓜芒、漂流木甲烂土，全拢顶伫咧蚵仔田。甲进前敢若有假的蚵仔田相比，即马假啊是多甲密密茂茂，蚵仔嘛拢浸伫咧烂土，全部翕死。中部地区啊，它一起稻作刚好大概在1个月前刚收割，所以也有可能为收割稻田后所留下的稻草当地海产业者讲，即马已经找无蚵仔通卖，产地价数已经称到一台斤190，按算到中秋可能会到200。另外，蛤蟆的生长嘛真严重，生活环境变了。所以暴毙的文蛤很多，所以产量面积减少了大概有60%左右。养殖协会预估，这个风台包括着蚵仔佮有蛤蟆，损失的金额超过2亿，希望中央政府会当予因补助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